路德记第4章，波阿斯带路德做某。波阿斯来城门口坐落去，伊所讲迄个至亲拄拄经过，伊就讲：兄弟啊，请过来遮坐。迄个人就活转来坐。波阿斯阁请城内10个长老来，甲因讲：请遮坐。因就坐地。波阿斯就对即个至亲讲：对摩押地转来的拿俄米，要卖咱的兄弟以利米勒迄块地。我想，我得甲你讲，你着伫坐伫遮的人，甲民间的长老面前买转来。你若要尽义务甲伊买转来，就互你买；若毋，得甲我讲，互我知。因为无人比你搁较有权通买转来，搁来才轮到我。迄个人就讲：我要尽义务甲买转来。波阿斯讲：你对拿俄米的手买地的时，嘛得带死去的人的某摩押女子路德做某，通替即个死去的人的家族保留即块土地。即个至亲就讲：若安尼我毋买，则免枉费我家己的产业。让你买，互你尽义务，我无要买。照以色列古早的风俗，人要确定赎回，还是交换产业的手续，着褪话交互对方。以色列人用安尼做合约的证据。迄个至亲就甲波阿斯讲：互你买。伊就褪话互波阿斯，然后波阿斯对众长老甲所有人讲：今仔日恁是证人，我对拿俄米的手买一切属以利米勒、马伦甲基连的产业。我嘛要带马伦的某摩押女子路德做某，通替死去的人保留伊家族的产业，则免伊对家族甲本籍受除名。今仔日恁拢是证人。所有伫城门口的人甲众长老拢讲：原是证人，原上主互你带入门的某，亲像吕杰甲利亚建立雅各的家。愿你伫以法他成做大财主，伫伯利恒有好名声。愿你的家就是上主通过即个女子想属你的后代，亲像他玛甲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相款。大笔的家谱，波阿斯就带路德做某。波阿斯甲伊同房，上主互伊怀孕，伊就生一个囝。附近人拢来甲拿俄米讲：愿上主得到称赞，因为伊今仔日互你一个会当继承你的产业，佮照顾你的人。愿即个囡仔伫以色列有好名声。愿意恢复你的元气，伫你年老的时，甲你奉养，因为伊是听你的新妇生的。这个新妇比7个囝较好。拿俄米就抱这个囡仔伫胸前，请伊大汉。厝边的附近人讲：拿俄米得到一个囝啦，因就甲伊号名叫做俄比德。伊就是亚西的老爸，亚西是大笔的老爸。这是法勒斯的后代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兰，兰生阿米纳达，阿米纳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文，撒文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比德。俄比德生亚西，亚西生大笔。